習資源中心樓高3層，總面積達2700平方米。踏入正門嘅右手邊係我哋嘅服務櫃台，喺呢度除咗可以辦理圖書借還之外，仲可以借用手提電腦、平板電腦同埋其他物件，包括充電器、雨傘、文具、電子閱讀器等等。有興趣嘅同學可以去到服務櫃台借用。樓高3層嘅學習資源中心配備超過100部電腦，供師生使用。我哋嘅影印同列印服務支援八達通同埋 Quota 列印黑白同彩色文件，用學生證即可打印，非常方便。提到熱門嘅服務，點可以唔提我哋嘅 3D 打印服務呢？將設計檔案上傳俾我哋，去到櫃台付款之後，我哋就會幫你將你嘅作品列印出嚟，輕鬆將創意轉化為實體。此外，地下樓層設有新書展示區，我哋每2個禮拜就會更換一次新書。新書展示區旁邊設有期刊雜誌牆同埋主題書展區，同學可以多加留意，從中揾到適合你嘅閱讀新資訊。中心1樓設有智能圖書館館長，一個機械人嘅電腦程式，係由本校資訊科技高級文憑嘅學生所編寫，同學可以學以致用，將課堂嘅知識實踐喺圖書館當中。為咗配合學院推行嘅協作式學習，中心設有5間研習室，1樓更加設有 Studio One， 內置各式各樣嘅攝影器材，包括攝影棚、綠幕同埋燈光設備等，支援同學進行影片拍攝、功課製作同埋多媒體創作。同學只需提前預約就可以使用。嚟到學習資源中心嘅2樓，呢一層設有一個多用途室 （Multi-Purpose Room）， 喺呢度亦都設有多部大型互動電子白板，老師同同學可以喺度進行互動教學同埋分組學習。接住落嚟，我哋一齊參觀靜音倉同埋新設嘅自修空間。喺呢度你可以進行錄音、上網課，亦都可以專心做功課同埋溫習。除咗支援學習之外，學習資源中心亦都十分注重同學嘅身心健康。如果感到疲倦，可以前往1樓嘅露台呼吸新鮮空氣，或者彈奏電子琴等音樂舒緩讀書嘅壓力。而地下嘅樓層設有按摩椅，俾同學放鬆身心。另外，我哋啱啱翻新咗地下樓層嘅飄書閣，同學可以坐喺呢度，一邊閱讀由其他讀者捐贈嘅書籍，一邊充電飲咖啡。你亦都可以捐出自己嘅圖書同同學分享，促進知識嘅交流。位於學習資源中心對面嘅就係學習共享空間，呢度嘅設施非常完善，包括多間研習室、工作站以及2間演講室。演講室配備咗由 VTC 獨家研發嘅 Pitch Coaching System， 呢一個程式透過 AI 技術分析演講者嘅眼神、聲線同埋表達方式，從而幫助同學提升演講技巧。學習資源中心唔單止係你溫習同埋做功課嘅地方，我哋每年仲會舉辦好多唔同類型嘅活動，包括迎新活動、工作坊等等，等同學可以開闊眼界，充實校園生活。最後想向大家介紹 VTC 嘅圖書館網頁，喺呢度你可以揾到 VTC 所有圖書館嘅藏書，亦都可以進行跨館預約。預約咗嘅圖書可以喺柴灣分校借閱。此外，你亦都可以喺呢度揾到 VTC 訂閱嘅電子資源，包括電子書、電子期刊以及超過80個電子資料庫。你只需要喺搜尋欄輸入關鍵字，透過 AI 搜尋助理就可以揾到所需要嘅資料。如果你喺搜尋學術資料或者使用中心設施嘅時候遇到任何困難，或者想了解更多嘅資訊，歡迎親臨櫃台向職員查詢，或者透過電話、電郵聯絡我哋。你亦都可以瀏覽柴灣學習資源中心嘅網站同埋社交媒體，包括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。歡迎大家追蹤我哋，以獲取最新嘅資訊。希望好快可以喺學習資源中心見到大家啦〜